你有冇試過有日想約朋友吹水，去 party 玩到唔想走，但第二日你只係想閂埋門自己煲劇或者飲杯茶？咁問題嚟啦，你到底係 E 人定係 I 人啊？好多人口中嘅 MBTI 好似一把刀咁將人切開。E 人等於外向，中意熱鬧；I 人等於內向，孤僻宅男。但真相係 MBTI 唔係身份證，而係偏好測試。E 同埋 I 其實唔係黑白分明。好似你話自己中意甜品咁，唔代表日日都要食蛋糕噶嘛。有時候齋腸粉加白霎菜都可以好啱胃。E 人大部分時間係靠人群充電，但係都會有 social handover 嘅時候。I 人多數要自己靜靜地充電，但有時候喺舞台度都可以閃到爆。其實人人都有兩粒電池，E 電池靠互動充電，I 電池靠安靜充電。唔好以為你係 I 就等於唔識 social，又或者你係 E 就一定要日日出街。真正成熟嘅人唔係困死喺某一邊，而係識得靈活切換。就好似游水，唔只係識側泳，仲要識蛙式、自由式。能量唔係固定嘅，而係一場流動。咁所以 MBTI 唔係要你貼標籤，而係要提醒你嘅舒適區向邊度。真正嘅高手係可以喺 I 同埋 E 之間自由切換。問題係你覺得自己邊粒電池大啲呢？